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登记关怀受害者甲因的家属，嘛用行新人来称呼这群人。不少人伫代志拄发生的迄段时间，会感觉悲伤无依无靠。那协会工课就是陪伴，嘛辅导因去学技术，互因有转职的能力。最近协会就办市集卖物件，互外界看到因的改变。翁婿因为车祸过身，厝内经济只剩家己一个人负担的电金玉。面对茫然的未来，在环保协会鼓励下，除了学会晓航胖技术，嘛渐渐行出悲伤，采用2个囡仔大汉。只要你愿意打开了心里的那一个窗，然后慢慢去接触我们这些其他的，就是他们给予的帮助。虽然说是小小的帮助，但是因为他这个小小的帮助，让我们会受益良多，而且让我们会更有自信心。另外一位是厝内人发生不幸，规家口拢落人悲伤。后来经过上课以及心情调整，真无简单，才重新接触外界。多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借由上课，就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成长。然后多交一些朋友，可以帮助自己的心情比较放松一点，然后比较快能够的走出来这样。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长期关怀这群人，佮透过辅导，互因会当学到技术，增强经济能力。最近协会利用举办市集的方式，互外界看到这群人的改变。协助我们的新生人的一些的产品。能够拓展它的能见度，一方面也去行销，那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协会嘛期待社会会当用温暖的心以及行动来支持被害人以及因的家属，让人生遇到不幸的人会当知影社会也是有温暖，因不是孤单的，会当去面对未来的生活。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